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以西结书37章15节到28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独一上帝。牧师在高中的时期就读的长老会学校长荣中学，参加学校的橄榄球队我们有机会跟同样是长老教会的学校淡江高中比赛橄榄球。我们都知道运动比赛总是有输有赢，但是参与比赛的队伍、教练或者是运动员总是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是得胜的一队。两间教会学校的队伍在比赛之前都会由教练或者是随队的基督徒老师带领祷告。当然祷告的内容就是希望上帝赐福，让自己的队伍能够胜利。比赛结束的时候，胜利的一方就会说感谢上帝保守，让我们的队能够赢球。甚至因为彼此有认识的球员，就会彼此开玩笑，特别是赢的会向输的队伍说，还有今天你们的耶稣在睡觉。好像两个学校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不同的，上帝是不同的。有那种你们的上帝跟我们的上帝之分了。其实这样的情形也正如同圣经记载当中的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一样，上帝为了纠正他们这种不正确的信仰认知，就差遣了先知以西结来宣告。以西结书37章15节到28节，上帝透过先知这样的说道：上主又对我说，他说，必朽的人啊，拿一个木棍来，在上面写着犹大王国，又拿一根木棍来，上面写着以色列王国，然后把两根木棍握在手里面，两头相接，当作一根木棍。要是你的同胞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要把代表以色列的那根木棍接在代表犹大的那根木棍上，使两根木棍握在我手里成为一根。你要在人民的面前把那两根木棍握在手里，让他们看见，然后你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要把我的子民从他们流亡的各国领出来，集合他们，然后带他们回到本土。我要在那里，在以色列的群山上把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他们要由一个君王来统治他们，不再分为两个。他们不再拜可憎恶的偶像玷污自己，也不再腐败犯罪。我要救他们脱离犯罪和悖逆的生活。我要洗净他们，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将来有一位像我仆人大卫的君王出现，我要做他们的王，他要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牧人，把他们统一起来。他们将要诚心遵行我的法律，他们要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那一块土地上，就是他们祖先住过的土地。他们要永远住在那里，他们的后代也要住在那里。有一位像我仆人大卫的君王，要永远统治他们。我要与他们立约，保证他们永享太平。我要让他们在那里发展，人口增多，
并且要使我的圣殿永远屹立在他们的土地上。我要同他们住在那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使我的圣殿永远屹立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列国就知道我上主拣选了以色列做我的子民。只有一个上帝，不再有那种你们的上帝或是我们的上帝之分。这是上帝呢透过先知所明白宣示的事情。领受上帝救恩的以色列人基督徒就不能够再去敬拜偶像，因为这是十诫当中明白的禁令。敬拜偶像更是得罪上帝的作为。以西结书37章23节，先知以西结就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及犹大人，因为呢，只有一位上帝。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约翰说，上帝是全能者，是万王之王。他说，我又看见天上有另一个神秘的景象，又大又奇，有7个天使掌管着最后的7种灾难。因为上帝要在这些灾难中观测他的愤怒。我又看见一片好像玻璃的海，掺杂着火。我也看见一些人，他们已经胜过了那兽像及以数字代表名字的那人。他们都要站在玻璃海边，拿着上帝给他们的竖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全能的主上帝啊，你的作为多么宏伟奇妙！万国的王啊，你的道路多么的公正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谁不颂赞你的名？只有你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因为你是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出来。诗篇100篇，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要欢欢喜喜地敬畏他，要唱赞美诗歌到他面前。要知道上主是上帝，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养的羊群。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要感谢他，颂赞他，上主至善，他的慈爱永恒，他的信实万代长存。谢谢上帝救赎我们，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敬拜上帝，不再有其他的非分之想，不敬拜偶像，只求明白上帝的旨意与呼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